大家好，今日呢條片我會好興奮咁帶大家一齊學下點用 AdCafe AI 嘅閃卡功能。呢個係一個快捷又彈性嘅方法，等你可以為你嘅學生整咗互動學習工具。佢喺閃卡功能入邊，當然你可以根據一個主題、文章、網頁或者檔案去整閃卡。跟住閃卡功能仲有冇內置嘅範本俾你用，可以配合唔同課堂需要。咁你可以用詞語同解釋咗溫習新字，例如用問答咗準備小測同埋討論，用生字卡去幫助語言學習，用真假題去檢查理解程度，用填空題去練習文法同數學，或者如果你想完全自訂閃卡嘅內容，都可以嚟自訂選項。咁我哋而家就以營養學做一個問答例子啦。我哋可以喺呢度調整閃卡嘅正面同背面內容。咁我哋就可以刪除示例文字，然後加翻我哋自己嘅問題落去。呢度我哋想設計一個情景，等學生要將佢哋嘅營養知識應用喺現實生活嘅情景入邊。之後喺閃卡背面，我哋可以加翻對呢個現實情景嘅解釋同埋理由。跟住你可以攞你想要幾多張閃卡，然後我哋會快速生成睇下嘅閃卡出嚟係點樣。當佢哋生成緊嘅時候，你可以諗一啲前面係問題，背面就係解釋。你一路向下佢嘅時候，都可以見到如果需要，你可以加咗圖片落去螺閃卡度。咁你可以用 Google 搜尋 AI 圖片，或者由你部電腦上載一張相。不過如果你想快啲同方便啲喺閃卡前面或者背面加張相，我哋都可以喺度調整翻。咁我哋再用地理嘅詞語同定義做多一個例子。前面我哋可以寫地貌嘅名稱，背面就可以提供嗰種地貌嘅定義。之後再睇翻你想要幾多張閃卡，我哋將呢個改做10張。之後我哋可以加圖片，你可以喺之後先加，或者自動加喺前面或者背面。咁我哋就將圖片加喺前面，配合埋個名稱一齊。當然啦，如果需要嘅話，你哋都可以改輸出語言，然後我哋又可以再生成咗閃卡。你會見到我哋有個詞語喺度。之後佢都會自動開始幫你揾咗相關嘅圖片。佢當圖片揾好啲之後，好似之前咁，你隨時可以編輯嘅圖片揾其他嘢，咁第二張或者編輯你嘅文字內容。另外喺閃卡功能入邊，你都可以加咗音訊落去嘅閃卡度，咁樣學生就可以聽下佢唔熟悉嘅字或者其他唔同嘅內容。因為我哋喺英文啦，所以我哋有唔同嘅英文口音可以咁，你可以試下聽下佢哋。快啲過嚟呢邊睇下啦！嘅一個佢你想要嘅聲音，然後就可以繼續落去。佢嘅音訊就會喺你儲存去 AdCafe AI 資料庫嘅時候，自動加落你嘅閃卡度。咁你幫個檔案改個名，然後可以咁要儲存咗邊個資料夾，咁樣你以後就可以好方便揾翻佢用。而家儲存好啲之後，我哋就可以開始同學生分享啦。咁樣佢哋就可以用呢個工具嘅溫書。如果你想要印出嘅實體版同學生分享，都可以隨時匯出。呢啲閃卡可以匯出成呢度任何一種檔案格式，但如果你想數碼方式同佢哋分享呢，佢哋咁就可以自己慢慢滑動咗學呢啲閃卡，逐步學識。咁你就喺呢個指派鍵，你哋可以將呢啲閃卡嵌入你嘅 LMS 或者用 Google Classroom 或者 Microsoft Teams 分享。咁另外你都可以複製呢條連結啦，再咁樣分享俾佢嘅學生呢，就可以貼上去用。佢哋可以喺下邊用全部卡片功能開始溫閃卡之前先預覽一次。佢上面你會見到我哋有幾個唔同嘅閃卡選項，佢哋可以將佢卡洗亂次序，佢亦都可以自動播放之前嗰段音訊，你都可以對調正面同埋背面。咁我哋就試下呢個方法呢，我哋可以學習呢啲單詞卡片。咁樣學生們就能夠喺度睇到定義，佢哋可以收聽音頻。A 地勢高聳，明顯高於周圍環境嘅大型地形。偉大嘅，一旦佢哋記住咗呢個術語，就可以將卡片翻過嚟查看圖片同術語，然之後做個標記。如果佢哋仲喺度學習，或者佢哋已經知道咗，任何被標記為仲在學習嘅術語都會被重複出現。咁你可以睇到底部有個進度條，顯示佢哋學到邊度啦，同埋幾多卡片係佢哋仲喺度學習噶，或者係佢哋已經知道咗。咁所以當我哋到最後嘅時候呢，所有被標記為仲喺度學習嘅卡片都會再出現一次啦。咁我哋而家去到最後啦 Valley 山谷我哋已經做過咗，而家佢哋可以標記為已經知道。最後一張卡就係呢度。
當10張卡都標記為已經識，咁佢就可以攞一次快速複習，再溫習晒所有閃卡。就係咁簡單，用 AdCafe 做閃卡就搞掂。無論你係準備小測、加強生字，定係溫習堂上內容都好，呢啲範本可以好快又彈性咁幫你整閃卡，方便你同學生分享。試下啦，記得同我哋講下用得點樣。